再来是高雄大寮一个35岁男子，半暝1点外塞车窜来窜去，警察要甲抓落来临检，伊无愿意，竟然弄警车绕跑，结果弄断路边的电火条啊，互当场逮捕。虽然是无啉酒，但是验出毒品是阳性，有食毒，互移送法办。一个轿车驶到路口，撇脸驶入对向车道，拢是喇叭声后边。警察车对调调，乡亲拢唔知发生什么代志，警方继续立足侦讯，轿车驾驶失控，家己去弄掉。路边电火条啊，弄断去，地面拢是碎石啊！这台车头弄甲害了了，车门拢变形，人客甲驾驶现场被抓到。突然就先跳电嘛，然后复电之后有跳来是不是？然后我们走出来看之后，就看到这边有冒火烟嘛。弄一个真大声，唔若自好惊到，佮跳电。原来透早点外，35岁姓陈的男驾驶，载32岁姓郭女乘客，经过高雄大寮光明路一段，赛车咧烧来烧去，敢若有啉酒，警方唔敢大意，要甲抓驾驶唔停车。乘弄着警察车，要走去到光明路3段，佮弄着电火条。造成301户失电，带电人员赶紧去抢修。驾驶称因害怕警方拦查而拒潜逃逸，自撞路边电杆后，两人均有受伤，意识清楚。警方协助送医治疗后暂无大碍。驾驶惊互警方抓到，赶紧要走，车内互人敲着丧尸烟弹，驾驶佫被验出毒品阳性的反应，妨依照妨害公务、甲肇事夺走等等罪嫌移送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